扎实推进全国政协党组会议、主席会议、常委会会议等集体学习。一、深化理论学习，夯实共同思想政治基础。坚持以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为引领，扎实推进全国政协党组会议、主席会议、常委会会议等集体学习。11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座谈小组，组织学习46次，系统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，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，专题学习中共19届5中全会精神，持续学习中央政协工作会议精神，深入开展委员读书活动，开设两山理论、乡村振兴。各位委员，我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3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报告工作，请予审议。一、2020年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凝心聚力。2020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，召开少数民族界、宗教界主题协商座谈会，参与举办纪念台湾光复75周年主题展和第12届海峡论坛、第3届两岸基层治理论坛，邀请新生代侨胞代表参加学习座谈、国内考察等，强化港澳委员政治责任，坚定支持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的原则，加强同港澳同胞、台湾同胞、海外侨胞团结联谊，就加强港澳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、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等开展调研协商，举办辛亥革命110周年纪念活动，弘扬辛亥革命精神，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，共促祖国统一大业，共襄民族复兴伟业。